好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狗崽子！坐。真好，皇上写的真好。笔有风骨，气韵豪放。但你这画的是什么鬼画符？那个皇上，太上皇，李先生，那个皇上年纪还小，你就饶恕他吧，饶恕他吧，饶恕他吧，没关系，没事儿。咦？哎，你们回来了？哎，你们，柳儿，姐姐，现在的化妆品真好看，你看我漂亮吗？什么情况？福生，你干嘛呢？这个元宵，试试，这些东西哪来的？二位回来了，我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我给二位也准备了礼物。哼，别当我3岁小孩子想要收买我，我不吃这一套。这可是不一样的数字哦，是拐皇顶级账号。史上掉落率最低的套装1整套，还有手工制作的黑金装备，有钱都买不到。我猜的没错，标准宅男。风风小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但是自古鲜花配美人，我想一定不会有错。送给你。蓝色妖姬。你看，那个叫蓝色妖姬。这画多少钱啊？那边那个也挺好看的，走。小风，那我就回去了。晚安。晚安。干嘛呢？蹲坑呢？好看吧？你去见了别的男人了，还穿得那么好看。怎么了？你能见皇后，我就不能相亲啊？不可理喻！哎，你不帮我拿着点儿？李欢，你怎么了？你头发怎么都白了呢？你不想见到我，为什么还要送我花？你走吧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到黄泉不相见，不是到了黄泉，你再也别见。
看你是吃错药了吧？上次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。芬妮说的对，孩子呢是无辜的。我上次的反应，确实是有点过了。小朋友，来说说这儿。如果他真是我的孩子，我站得直，行得正，不会不闻不问。如果不是，我也会跟他成为忘年之交，我会经常来看他的。真乖。哎，那个太上皇，不，李先生，皇上他前几次可能是吓怕了，请您原谅。毕竟他还是个孩子，而且您今天真的是很反常。别耍花招了，说吧，说你来这里的目的。好，快人快语，也免得我那么累了。我来这里就是想问你，上次我开的价，想清楚了吗？之前我是犹豫过要把店还给你，但是我现在想通了，我要继续坚持下去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在这里生活，所以你请回吧。想通了？我想你是脑塞了吧？开心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千万不要跟钱过不去。看看他，有了钱之后，会有不一样的快乐。冯小姐，据我所知，你无依无靠，而且还要照顾这么多人，你应该是最需要钱的。你还记得我没有家人？以我的实力，这太简单了。对不起，我是个纠结的人，但我一旦做出决定，就绝不会反悔。我就是要守住这个店，从此等一个人，更名为等一只狗。好，果然是个脑残。我不怪你，从小没父没母，没有教养，我怎么可能奢望你能明白一点人事呢？给我闭嘴！你的父母有没有告诉你，受人恩惠需要感恩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你根本就没有父母，难怪一张冷脸对着你的救世主，原来根本就没人教你。人至剑则无敌，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过分。这不欢迎你，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老大，谁出去？福生，姐姐，保护。放下！请你现在就离开，合同没到期之前，别再来扫耳逢风。这个我也不稀罕，我也要保护姐姐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继续经营的理由。可能在你眼里一文都不值，但是他们却是我坚持的所在。好，我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段。你们，敢打我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狗崽子！算了，他是不是小狗崽子还不知道呢。
先回去再说。这件事情还没有完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大哥就这样 ，sorry 啊。我一定会搞定蠢女人。老大，算了吧。如果真有老大搞不定的女人，只有峰峰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平时看老大的布局和策略都挺精明的，怎么这次有点不太入流啊？我以为对付这种脑残的人，就该用这种脑残的办法。别，老大，算了，上车，算了，老大，上车，老大来。丢死人了！谢谢你们大家帮我。等一个人等来你们这些朋友，我没白等。姐姐，柳儿发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柳儿都会守护姐姐的。守护我。讨厌，讨厌，真讨厌！皇上，没想到你还挺讲义气的嘛。老妖妇，这可不是为了你，朕乃一国之君，面对是非黑白时，当然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啦。这要为你主持公道，绝不是什么个人义气。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，他怎么不懂？以前总以为父皇是位明君，母后才会拼了命的为他打理后宫，跟那些嫔妃斗得死去活来的。原来父皇是位暴君嘛！哼，皇上，其实你父皇以前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不要听，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。哎，怎么感觉少一个人啊？黄辉呢？刚还在这儿呢。